有 R&B 的感觉吗？有吗？一点点而已嘛。耶呀耶呀！学那个外国人啊。然后大家有一首歌也是要谢广部的年轻人的。这首歌在专辑里面是一首电音也是我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。你知道我们出专辑吗？你知道？有吗？有买吗？你们？那边有卖哦，拜托，因为里面都有附翻译，我怕你们听不懂我唱什么。有中文，也有英文，也有阿美族语，也有日文，根本就是一个使用说明书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在翻译，全部都是在翻译。然后唱阿美族语会听得懂已经很少了，就是想我们翻译就多翻译了。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青年创业的机会，这样子。出一张全母语的母语专辑不简单的，因为陈经年哥哥都主打都还是国语很坏，要指别人。好，然后这首歌是主打歌，但我今天做了一点点改变，然后变成不插电板，然后跟我们部落的青年一起唱这首歌《嘎巴》送给各位年轻人。Mario Akaba Mapana Makero Akaba Mapana Amitiri Akaba Mapana Amitandang Akaba Ukaba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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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ulan Oh yo Kusua akabay si Itzulay Putiren akabay Mapana Aru Mario akabay Mapana Amakero akabay Ukaba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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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uran oh yo谢谢。